昆虫是地球上数量很多的生物族群，佢也就万乃做係，總係本佢也就漸漸嘅生養上到。台灣昆蟲王國地圖嘅生物很多，也就稍無乜嘅了解。佢也就固定用嘅秘密生法，就本人向下出發，清出抗敵人身邊嘅昆蟲。情講到用葉嘅，我想到用葉嘅滿天比花還較強。不過啊，用葉嘅是唔單槍看起來強強嘅幾種哦。啲蘇拿度從頭就得看到唔係按單人嘅用葉嘅比上比下。老好識發咩嘅用葉嘅冇共用，也就用葉嘅好識蘇拿度面體嘅果子，老通武嘅事。雖然好識嘅東西冇共用，不過佢也就老識發咩嘅用葉嘅共用。就係用像竹竿用嘅虹吸式口器來食東西。長期研發嘅結果，本用葉嘅老葉嘅結在退化，變做一支長長嘅竹竿。冇用嘅時節，還做得捲起來，輸到頭拿下背。做得純舊嘅竹竿，本期也就將嚟到花度嘅花蜜，也係面體嘅果子。因為好食嘅東西冇共用，故所喺個地方嘛冇共用。像係面體嘅果子，老通武嘅事，就喺個天內空。故所我看也種用葉嘅，就會清楚地方哦。佢也條嘅葉嘛青油體色，冇單元嘅咖啡色、灰色，也係冇規則嘅線條。本佢也條強強鬆鬆，就看起來老天內行嘅葉嘅強用，安尼就看唔開本天體發現。有到用葉嘅葉看起來像木竹樣嘅，很多假眼板。有到係到一個米三加一節，游來游去，像係用葉嘅事業，也到全部都係用葉嘅，我用來騙天體咧。係講唔到好，本天體發現一項嘅假眼板，天體就會留到嘅係用葉嘅頭拿。就算真件本人咬到嘅，可能會送到東岩涌，不過起碼佢還有半條命。下一擺到蘇拿度，批到面體嘅果子，也係死嘅秘密，冇這樣夾個。啲嘅定解一下，冇聽錯，也就帶定竹竿嘅用葉嘅，就會避過來，讓人打招呼哦。